安南病院引进智慧外骨骼机器人的复健系统，主要分做上肢甲下肢。上肢正式名称就叫做穿戴式的动力手部复健器，利用好的一手来带动患者瘫痪的另外一只手，让病人会用重新找回动作控制的感觉。促进左右大脑的那个就是连接，就是达到动作的进展。那等一下要请你就是用手指把这个杯子握起来之后，拿到嘴巴前面，再往前伸，手再打开啦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哦。对，然后就是搭配具有功能性的训练啊，让病人就是学习到这些技能之后，可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运用。而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嘛，用的讲是动力式的下肢助行器，利用动作的感测器来侦测患者一开始的动作，让病人及时的助力。亲像这名37岁的男性，伫咧中风瘫痪1个月以后，原本行路袂稳。爬楼梯要2步才用爬一个阶站，靠着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复健，真紧就会用1步来爬一个楼梯。对于每位病人来讲呢，他们其实恢复的这个进展啊，都不太一样这样。不过我们就是说，在经由机器人的这个手臂的复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些病人从手部原本的几乎不太有动作，然后开始慢慢的手部有一些抓握的能力，然后力量呢开始有改善这样子哦。从原本的大概肌力只有1分左右这样子哦，那可以1分到2分之间这样，可以进步到2分到3分之间这样子。那手肘的弯曲的话呢，也从原本的大概只有2分左右的肌力呢，进步到有3分的肌力这样子哦。所以其实这个对病人来说呢，进步是非常显著。安南病院院长林胜哲表示，这种智慧外骨骼机器人的复健系统，真适合中风急性期的病人来做复健。上好的复健期伫咧3到6个月内。不过，院内嘛有一名中风8个月的男子，经过2礼拜5天的上肢外骨骼机器人的复健，目前嘛会用家己来摕杯仔啉水。虽然目前该系统的复健必须要自费，不过院长强调有成效才是重点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